好来，继续要来讲热天天气真热，戴安全帽啊翕条例，所以有真侪机车族会戴迄种半打式的安全帽啊。但是医师讲哦，迄种半打式的无法度保护咱的下颌，嘛无怪这个下颌骨长期的病患有九成拢是出车祸的机车的起司。要建议咱的乡亲上好爱戴迄种合家全打式的安全帽啊，甘愿流汗嘛无爱流血。 26岁这个姓林的查甫人，伫手术甲复健了后，已经看袂出来下颌伤痕。不过伊进前骑车去弄着货车了后，经过手术，捌连喙就闭袂开。还有要像差不多这样的方式去把牙齿撑开。为照相时阵的电光片看得出来，伊的面倒边下颌有明显的闭唇，另外正边我下颌骨头嘛拢长去啊，拢用铁片甲接起来。虽然当时伊有戴安全帽啊，不过毋是全包式的，面着涂骹才会造成骨头的受伤。是讲即马热天时啊，大家拢戴这款的。闷啦。这天应该是挂袂掉。好了，够。这里热啊。 不过医生讲，不管是手机衫还是包一盘的安全帽啊，拢无法度保护下颌，所以讲当年会收治120名下颌骨头长期的病患，有9成拢是翘倒摆的。1/2罩式的安全帽，其实从中脸部以下，像我们的颧骨的这个部分啊，还有像我们下颚骨的这个部分，其实保护都是相对来讲都是完全不够的。医生讲，不管是下颌还是面的骨头长期手术后复健至少拢要2个月，过程中食物件真困难、真艰苦，所以讲建议乡亲甘愿流汗，嘛唔通流血，挂合家全包式的安全帽啊，保护会较周全。